咁啊，許願講塔羅好似遲早都要講野花噶啦，不如就喺6月呢個咁明媚，通常都話好多國家喺6月都係好多太陽去照亮我哋嘅時候咧，我哋就為睇下邊個先啊，為巨蟹座睇下你哋嘅野花能量攞到啲咩牌啦。第一張係你嘅幸福嘅 Peony 就係牡丹花啦。我覺得牡丹花好代表我哋中國人嘅，因為又富貴華麗，有魅力，又優雅。你哋仲有攞到呢兩隻花，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野花嘅主人翁就係林憶蓮小姐啦，佢今年一路咁樣巡迴緊佢嘅演唱會，好恭喜佢好成功啦，一路成功落去，咁啊睇到有 Lily of the Valley 同埋 Anomaly 巨蟹座，你嘅 Rejuvenation Transformation Power 即係你嘅再生，咦有冇再生戀喎？再生嘅能量咧係好犀利，咁你可能再生變成更高雅、更優雅。同埋更富貴，係3隻再生牌 Rebirth， 呢個 Lily of the Valley 咧係一個再生牌，好 humility 嘅牌，即係好含蓄同埋好謙虛嘅牌。咁所以唔睇其他牌咧，我已經睇到你嘅6月咧巨蟹座，你要需要謙虛啲去做人，因為6月係一個再生時間，咁令到你會有新嘅能量，變成你有一個新嘅你，會喺6月度展示出嚟俾呢個世界睇，好似一朵野花咁樣樣，好驕傲地喺太陽下出現。所以唔使睇其他牌，我都覺得巨蟹座你，因為有呢隻牡丹花嘅富貴同埋優雅咧，咁你唔會差得去邊咯。係咪8個 Pentacles 代表你係好努力，不停去工作，不停去工作，令到你可以有呢個蛻變 King of Swords， 好清晰咁樣樣去令到你啲努力咧變成你想要嘅嘢，你嘅再生，你嘅幸運，你嘅優雅，你嘅富貴，咁你就又好似個舞台咁。不過咧，呢個8把劍咧係有啲唔得，睇唔到自己去緊邊度，咁就2個8啦，88咁又係喺號碼方面咧，又係富貴榮華嘅，但係可能因為太努力嘅原因咧，就有少少迷茫喺個工作裏邊咧，就需要呢個皇帝，呢個劍嘅皇帝嘅力量咧去斬開，因為你始終係一路喺度重生緊、再生緊，咪重生，咁就變咗你呢個迷茫上高係一粒星，所以你呢個迷茫其實一解開你嗰個 bandage 嘅時候咧，你係睇得好清楚嘅。你睇下就有個 Ace， 因為再生一定係新嘅嘢啦，咁呢個 Ace 係好有意義咯，而且係動力到不得了嘅一個 Ace of Wands， 係一個新嘅動力，一個新嘅 power， 一個新嘅能量，哪怕之前咧係會有啲好瞓唔着覺嘅夜晚咧，都會因為你呢個幸福之輪咧變成3個人。話唔係淨係3個人嘅，一班人咧去飲酒，好開心，去 celebrate， 去慶祝。咁所以你睇下，我攞7張牌，再加埋3張花牌咧，係10張牌，好圓滿嘅。我唔係刻意咁攞10張牌架巨蟹，但係好圓滿咁樣樣去話到俾我哋聽咧，你嘅6月咧係無論歷盡風雨浪都好啦，你最後係乾一杯去慶祝你呢個新生嘅。呢個新生係因為有呢個咁嘅幸福摩天輪、幸福之輪咧，去推動你去離開呢啲咁嘅劍，即係無需要嘅思想，去開始一個新嘅生命、新嘅機會、新嘅 energy 同埋激情，離開呢啲咁嘅。雖然你話佢係一啲綁住隻眼嘅一啲咁嘅困擾咧，但係因為佢2隻8出現咧，我又覺得真係好開心咯，為你，因為巨蟹88，佢始終佢唔係壞嘅嘢嚟，佢只係思想嚟嘅啫嘛。咁啊8隻思想8個金幣，何況你有個 King，點解我更加肯定你唔使擔心咧？因為呢個皇帝會幫你好清晰咁將呢8把劍啦去攞走佢，因為佢就皇帝嚟㗎嘛，喺劍度，所以佢可以話你巨蟹座攞走佢，享受你嘅榮華富貴同埋你嘅優能，享受你嘅呢個 transformation 重生再生。Rejuvenate 得自己好靚，好後生。Lily of the Valley Rebirth，恭喜晒 Cancer。